人可以精明，但千祈唔好陰險。算計別人，最終算計嘅係自己嘅良心。論語入邊講：君子坦蕩蕩，小人長戚戚。做人你可以聰明，可以精明，但絕對唔能夠陰險。你可以努力揾錢，但冇為咗利益玩手段。你可以爭取機會，但冇為咗成功而埋沒良心。呢個世界上最貴嘅唔係金銀財寶，而係一顆乾淨嘅心。算計別人可能贏得一時，但最終輸嘅係你自己嘅心安。人如果心術不正，哪怕錦衣玉食都過得唔踏實。心若乾淨，粗茶淡飯亦能夠瞓得好香。見過太多人機關算盡，最後將自己算得一塌糊塗，亦見過好多老實本分過日子嘅人，雖然唔富裕，但活得坦蕩，朋友真心，家人溫暖。道德經講：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你係點樣嘅人，你就吸引點樣嘅命運。人生最大嘅智慧唔係算計，而係心安。你可以精明，但唔好陰險；可以努力，但唔好貪婪；可以爭取，但唔好傷害。呢個世界上最穩嘅贏法，唔係靠手段，而係靠人品。精明係本事，陰險係禍根。願你心中有陽光，腳下有路，不必算計，做人要光明磊落。